你再過多2年，差不多30歲的某天，你會去最後一次二手唱片店，買去過往10數年買落的幾百張唱片。這個時候你要買得有技巧一點，技巧是要知道有2種唱片店，一種是每張碟報不同價錢，一種是一個價錢報一堆唱片。你要以第一種店為先，他不會收下所有唱片，餘下的就再買去第2種店。這次最當中的重點，不只可整體買高1倍價錢，還可讓你盡量忘掉眼前。事關一下子失去所有唱片，會有把夢燒光的感覺出現，忙着分析價錢有助讓這感覺不見。